金腰带的资格。对，打进了决赛。好了，今晚的第8场比赛也是今晚的压轴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让我们欢迎这场比赛的蓝角选手，蓝角是来自菲律宾的杰亚尔艾斯·蒂莫斯，出生于1992年，身高163公分，臂展也是163公分，经验非常丰富，职业生涯至今取得11胜12负4次 KO 对手的记录。那么红角又是一位和云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名选手来自新疆，但是在云南训练，并一步步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叶圣耶里查廷尼赫迈特拉。1994年出生的他，绰号哈萨克勇士，身高168公分，但是臂展达到了178公分。职业生涯至今取得了8胜1平，没有败绩，1次 KO 对手的战绩。他能够在今晚继续延续自己职业生涯不败的记录吗？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本场比赛是一个6回合最轻量级的118磅的较量。对决的主菜是上王克隆布昆，边菜是麦肯苏曼、袁运慈以及黄志强。再次掌声好吗？1、2、3。全联联盟决战大礼第2个比赛日的压轴之战。叶圣啊，耶里恰蒂，可以说今天他也算是主场啊。对。虽然他是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选手，但是他的训练、比赛一步一步也是从云南打出来的，节奏感非常舒服。耶里恰蒂已经赢得了 WBO 大中华区的这个级别的金腰带。今天面对挑战者菲律宾选手杰亚尔·埃斯蒂莫斯。埃斯蒂莫斯呢，这名选手今年25岁，身高1.63米，臂展1.63米。漂亮！耶里恰蒂打得很舒展，很灵动。的确，从身高臂展上，对手跟他相差太多。是，叶圣有着明显的优势。身高叶圣1.68米，但是臂展长达1.78米。叶圣的闪躲非常潇洒，他的打法有点类似于当今的著名的防反拳王梅威瑟。
他也特别喜欢梅维瑟，也喜欢模仿梅维瑟的打法。当然，耶利夏蒂同时也喜欢著名的亚洲驱逐舰帕奎奥。对，他希望自己能够兼具两大高手的特长。耶利夏蒂，这位哈萨克勇士，绰号叶圣啊，8胜1平，一次击倒对手，已经斩获了 WBO 大中华区的最轻量级118磅的金腰带。叶圣的脚下步伐是非常的灵动，动作非常舒展，闪躲极具灵活性，很漂亮。对手解压，看来有点像帕奎奥的感觉，非常凶悍，出拳很重。菲律宾人刚才觉得可能一个勾拳腹部打得比较重，对，他想上来呢乘胜追击。对，但其实耶利夏蒂他本身的打法防守反击，但他的抗击打能力其实也很棒。是，在全力联盟舞台上，他遭遇过各种对手，最终能够取得8胜1平战绩，斩获金腰带，绝非浪得虚名。叶圣有时候打比赛呢，显得有点慢热，他喜欢去逗对手，喜欢表演，对，喜欢表演，先让对手你来打我，你有多少力气发挥出来，等我摸透了你之后，然后我来随心所欲地控制你，打击你。他喜欢把比赛打得更加潇洒，更加的有效率。之前我们采访过他，他说自己之所以喜欢梅维瑟，他是觉得梅维瑟那种杀敌1000，自损只有200或者100的这种打法，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效率，也很高明。对，梅维瑟是防守技术的大师。对，梅维瑟脚下的步伐、摇臂的闪躲、反击，可以说是炉火纯青。面对帕奎昂这样的火力高手，也是毫不畏惧。当然，耶利夏蒂呢，也希望自己能够逐步提升自己的打击力，达到帕奎奥那样的杀伤力。毕竟他在战绩当中8胜1平，只有1次击倒对手。对，他的重击能力比较弱。对，杀手锏还不够丰富，不够有力。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在今后的比赛当中能够越来越展现自己的杀伤力。如果今天能够在主场，在云南，漂亮，后手之拳打得非常有力，干脆利落，嘎嘣脆啊！话音未落，耶利夏蒂就给我们表演了一个很精彩的直击。如果说他的绝对力量再重一点，有帕奎奥那样的杀伤力，这一拳绝对会打倒对手。当然，并不是所有选手都有帕奎奥那样的天赋。对，天生神力对拳手来说，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素质。但是后天的努力，杰亚很凶悍，扑得很凶。他的拳头也是相当有分量。他的职业战绩是23场比赛，11胜12负，4次 KO 对手。从战绩上讲，不是很漂亮，输了12场，只赢了11场。但是前面2回也看得出他技术很一般。技术能力功夫得很漂亮。耶利夏蒂又是扫中一个前手摆，后手的直拳。这种对抗，对耶利夏蒂还是要展现一下自己对抗能力，短兵相接。拼刺刀的时候不能后退。两强相遇，勇者胜啊！杰亚看上去身板还是挺结实。这个
动作夹手臂的动作有一点儿小小的违规，裁判警告了他一下。我们感觉杰亚可能是更多的打过自由搏击。菲律宾人的自由搏击的选手应该不是很多。第二回合结束。按照第二回合的态势啊，耶利恰蒂抓住战机，他是有机会能够击倒对手，优势很明显。他的技术优势是相当的明显的，只是看对手能扛多久，或者说耶利恰蒂自己的杀伤力能够提升起来，能够展示出来。应该说，耶利恰蒂拿了金腰带之后啊，他的训练也没有放松，整个身体能力还保持相当不错，而且他的教练也提出，根据他这个击倒对手的次数比较少，最好让他能够把力量练得更足一些，打出漂亮的 KO 出来，这样的金腰带更有说服力。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练兵机会，因为耶利恰蒂的梦想啊，就是能够站到世界职业拳王争霸赛的舞台，夺得最终的金腰带。目前在中国，熊朝忠曾经拿过金腰带，周世明是 WBO 银量级的现役拳王，但是随着岁月不饶人呐，毕竟熊朝忠包括周世明年龄都慢慢的在变大变老，需要更多的年轻人站出来，成长起来。这下还是很凶悍，是危险。后手重拳打的也是很有杀伤力的感觉。当然，耶利恰蒂呢，抗击打能力使了一个绊子，搂住对手的脖子，这是一个调整，是一个对对手刚才那种气焰也是一个遏制。后手拳，然后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耶利恰蒂在这个级别上相当有竞争力，那么他需要在国际拳台上和更多的高手去对抗，去检验他的能力。好的，连续的追击。我们说在中小级别这个舞台上，菲律宾拳手是很有竞争力。对，除了亚洲区之间帕奎奥，另外像闪电多奈尔，还有很多菲律宾的年轻选手，这几年崭露头角，在世界职业拳台上打得非常不错。所以中国的职业拳击年轻的拳手想要去挑战世界拳击的高手，首先在亚洲面对菲律宾拳手，这是必须过的一道坎。不错。双方在刚才这一轮这局进攻的话还是比较危险。对，打得对手有点着急了，打后脑，裁判对杰亚尔进行了警告。场下的拳迷甚至女拳迷都在大声的呼喊：“叶胜加油！”叶胜又在挑衅对手，用这种假动作，用这种他所惯有的特有的一些表演性的手法和动作来挑衅对手。当然，对手也不甘示弱。
第4个回合，我们来看叶利夏提有没有战术上的变化。他应该是正在加强进攻。对，增强一下进攻的主动性，也打出一些进攻的漂亮短平快，打得很清楚。好的，迎击，这2下也命中。叶利夏提的反应是非常快的。对，而且他臂展的优势是非常大。对手的臂展实在是太短，叶利夏提躲得又快，打完就闪，闪完再上来打，这叫敌退我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这种打法呢，非常灵活，机动性很强。叶利夏提能不能打出富有杀伤力的攻击？哦，杰亚尔一个头膝啊，说明这员老将还是经验丰富，毕竟打过23场的职业比赛。好的，精彩，这就是叶盛的特点。还有1分钟了，叶利夏提呢，在这个回合前半段提升了一下进攻的力度，但是后半段呢，他稍微刚才完成一次漂亮迎击之后啊，这个优势心理似乎有点明显，不打算在这个回合发动太多的攻势，他要调整一下，当然有机会还是要打的。场下教练在大喊30秒，意思还是让叶盛啊提高一下自己的攻击性。裁判分开之后，在拦脚，好的，后手命中，再次迎击，前手也有命中，哇，又打后脑。这个杰亚在刚才遭受一连串打击之后，有点急眼。有点着急了，迎击打还是不错的。当然，他的身体看上去还是很粗壮的。对。权力联盟决战大礼第2个比赛日。第8场比赛也是压轴之战，2天下来比赛整个过程是非常精彩激烈的。第1天的比赛有4场 KO 和 TKO， 那么今天呢，打到现在只有1场 TKO 的提早结束战斗。我们也期待着叶利夏提这一场压轴之战。是否也能够出现一场精彩的 KO 比赛，或者是 TKO 的胜利，给现场的观众带来热血沸腾的这个热情，点燃全场的小宇宙。哦，反而倒是杰亚尔拼劲儿上来了，近距离连续的攻击叶利夏提。好的，近距离拼打，叶利夏提我们觉得叶盛，哈萨克的勇士啊，在斩获了这个级别的 WBO 大中华区的金腰带之后，今天面对菲律宾拳手杰亚尔，可以说5个回合打到现在。优势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所期待的呢，或者说
非常希望看到的就是他能够上演一个 KO 或者 TKO， 完成一场更加精彩的胜利。两个杰亚呢是违规动作不断，那个叶利加蒂也有点着急了。双方还是要友好，比赛是比赛，要尊重规则，尊重对手。杰亚感觉体能还是不错。因为他进攻打不起来，够不到对手。他的空拳次数打的虽然多，但是抗击打能力很……机会来了！这一下杰亚刚才被擦了一下，好像左眼角被擦了一下，睁不开眼睛的时候，叶夏蒂乘胜追击。只可惜杀伤力还是不够。杰亚呢是努力的在反扑，希望是扳回一些局面。第5回合还有10多秒钟。好的，后手很准确的抓到了。杰亚的鼻梁挨了一下迎击，这下迎击对他来说是相当的沉重。还好回合结束了，叶利加蒂在第6回合将如何祭出他的杀手锏，我们还是进一步期待。回忆看一下慢动作，刚才叶利加蒂的几次这一下杰亚的反扑呢，虽然没有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叶利加蒂也是很难摆脱。从这一点上来讲，叶利加蒂的确在绝对力量上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因为面对这样的对手，水准还不是一流。叶利加蒂现在也是要想办法突进去打一些重拳，前手后手打得清楚，漂亮，迎击得很清楚。这个菲律宾选手实际上把他逼到角落里，所以抬着手呢一直向前走。杰亚尔呢，现在则是放手一搏了，第6回合没有什么保留的。这回给叶利加蒂很好的反击良机纠缠在一块的时候，杰亚这种小拳头，有时候喜欢打打后脑，这种小动作还是蛮多的。是。好的，叶利加蒂也主动出击，1、2连击。我们说，有的时候优势也可能是一个短板。叶利加蒂他的拳头的爆发力、杀伤力可能不是特别大，跟他的臂展也有关系。跟这个技术风格，还有这个训练方面的一些特点习惯有关系。对，他的臂展比较长嘛。漂亮！这下迎击踉跄了，继续。叶利加蒂这下冷拳命中的非常的清楚。
这个时机抓得好。接下来乘胜追击的这个对欲望不够强啊，也是。这就是伊丽莎蒂，可以说他现在一个小小的短板。他的心理优势，感觉就是我打得很清楚，很有力。他没有那种把对手彻底摧垮那种杀气。对，尤其你刚才有一个重拳，如果说有很好的效果的话，对，必须要抓住机会。刚才已经是把对手打的一个踉跄，他还是喜欢表演，还是喜欢秀。耶利夏蒂的打法呢就是这样。好的，全场欢声雷动，耶利夏蒂这个时候一定要抓住机会。哦，铃声响了。铃声响了，观众的声音太大啊！观众台下掩盖住了比赛结束的铃声，两个人都没有听到。对，都在舍身拼搏。这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比赛，也忘是记了生死，根本听不到铃声。效果最好的一场比赛，拳台上虽然是很紧张，而且大家都在浴血奋战，但是不时会传出很多笑声，台上台下人都会笑成一片。这两位还一直带着笑容打拳的拳手，也一定是让所有人都感到了他们打拳的快乐。所以说，同学们，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掌声给这两位朋友好吗？谢谢。这就是职业拳击里面最有意思的地方。OK， 再介绍一下，我们这位蓝角是来自菲律宾的杰亚尔·艾斯蒂莫斯，出生于1992年，身高臂展都是163公分。之前职业生涯的战绩是11胜12负，4次 KO 对手。那么我们的红角是来自云南的，在云南训练的一名来自新疆的拳手耶利沙吉·尼赫买特拉。1994年出生的他，绰号哈萨克勇士，身高168公分，但是臂展达到了178公分，这让我想到了刘备啊，臂长过隙啊。职业生涯至今是8胜1平5败绩。我很希望我们的耶利沙蒂今天能够继续保持全胜的记录，但是究竟结果如何，我现在非常紧张，马上我就是整个体育场里第一个知道结果的人了。耶利夏蒂举起自己的手臂，背后是他的金腰带。本场比赛的结果之前，我想知道一下，觉得这场比赛蓝角会获胜的，支持的掌声1、2、3。觉得这场比赛我们红角耶利沙蒂能够获胜的，支持的掌声1、2、3。好的，我马上就公布最终的答案了。主场观众的热情本场比赛十分高涨。裁判的打分分别是：红角对蓝角 ，The Red Corner vs Blue Corner。60比54，60比54，59比55，所以最终获胜者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红角耶利沙蒂尼赫买特拉吴正义获胜。比赛的过程也是耶利夏蒂控制了节奏，控制了局面。对。两位裁判给出了完胜，60比54，一位裁判给了59比55。退场之前，再一次掌声给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我们的拳手好吗？谢谢。耶利夏蒂在主场完成了一次点数的大优势胜利，可能离完胜我觉得有一点点距离，没有完成 KO 啊，或者说 TKO。其实最后一回合那次赢击很有机会。对。当然也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所有比赛结束了，也祝贺叶胜耶利夏蒂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全力联盟决战大理的2天的比赛，我们中国第一拳击职业拳击联盟，中国第一职业拳击联赛第一次来到我们美丽的大理，希望给每一个大理的朋友都留下很好的印象，希望大家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比赛，知道我们中国职业拳击的发展。谢谢你们！大家离场的时候，请注意自己随身物品，请注意脚下的台阶，注意安全，不要遗忘随身的物品。今天晚上还是周末，是星期天，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是在离场前，请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掌声，能给我们所有的今天在台上的16位拳手，
所有的教练、所有的场上的裁判、所有的工作人员、灯光师、音响师、我们的导播、我们边上的